看中间。来，民众给，谢谢。来这边，谢谢。好，中间。2楼。右手边2楼，你后那边有个人，对不对？太酷了，右手边2楼。那也是最感谢、最感谢的是我的团员，就是我们这5个，其实真的大家就像家人一样。然后这十几年来，真的没有他们，我们就是没有大家，我们今天不可能走到这边这样子。所以我真的由衷的真的很感谢我们这边5个团员，谢谢你们。你们都已经讲感谢团员，我还是这个应该是我讲起来最有感觉啦，因为我那个人生走了新的道路，那能够让这一张专辑得到这样的肯定，其实都是其他4位团员花了比我多太多倍的时间。那我创作完了以后，把东西丢出来，几乎就抱着一种不鸟的这个状态。那很感谢团员的担待，那一起努力。我其实有。今天来金曲奖之前，我都还在跑我们自己选区的行程，所以我一直到了后台的时候，看到所有音乐圈的朋友，然后大家还是跟我像过去一样这样子聊天，我才感觉说，对我又来金曲奖了这样。那也有朋友跟我讲说，好像以前没有立委，就是有歌手去当立委，但好像没有当了立委以后又入围金曲奖，要得金曲奖，所以我并没有直接感觉到，都是旁边的朋友提醒我，所以今天这样子，我希望，所以我为什么我非常珍惜在台上刚才讲的那个时间就是我把我所有想感谢的通通感谢完，把他们的时间都占用光了，真是很不好意思。但是因为这对我来讲很感谢，音乐圈还是觉得我是个音乐人，谢谢。